因为济州岛最古老它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我们北部不存在的，这个北部是平原，济州市区是平原。济州岛的最古老的以前的运营模式是什么呢？跟巴厘岛有去过吧？全部是海边的度假村，后来改成商业化，偏商业化的地址。小男孩的动机啊，就是想生女儿会摸她的嘴巴。那个两个眼睛，不想生要摸哪里？摸她。不要摸，你乖，你乖。哦，还有我们想许愿健康，健康是摸她的肩膀跟肚子。一生两个，不要再生。这个肚子是摸的最多，能感觉到吧？健康是肩膀，升官发财是摸她的手。好，摸一下，摸一下头，摸一下头，升官发财。它没有毛啊，没有毛。对，摸不了。橘子它很香啊。对呀，它是属于观赏，拜拜用的，不是拜拜，是观赏。当然，以前古代时期贫穷的时候，这个下鱼是怎么吃的？切开晒干，泡汤，腌制。现在的话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这么吃了，放在那里。用来做翻烧，完全很珍贵。到底这么干净的鱼子啊！
要录一这样录一下办吗？
这个是韩剧的，底下来拍片的啊，韩剧拍片的了。有没有？好。哦耶！快关掉，就是他照，你会被罚到40。哦有。你别觉得放风筝吗？用不要放风筝这样就好了。先把你买票啊。你有要戴帽子吗？然后都。
Thank